第四講，我哋喺上一講討論咗前先知書，咁喺呢一講呢，我哋就要討論後先知書。乜嘢係先知呢？有時我哋就咁睇中文嘅翻譯呢，我哋就即刻諗到未卜先知。先知呢，如果唔係占卦算命都好啦，佢係有一種過人嘅能力。我細個嘅時候都好羨慕啊！聖經講有先知嘅恩賜啊嘛，哇！如果我有先知嘅恩賜呢，我就能知過去未來。其實舊約聖經提到先知呢，唔係着重佢呢一種能夠預知未來嘅能力。我哋參考兩段好簡單嘅經文啊，一段係出埃及記第7章第1節，喺嗰處呢，摩西被神呼召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咁啊摩西就推搪，佢話：上帝啊，我拙口笨舌，你揾個第二個啦。咁上帝話：你唔好忘記喎，你仲有個阿哥叫做亞倫噶，你阿哥呢能夠幫助你。出埃及記7章1節嗰處呢，上帝同摩西講：你喺法老嘅面前當係神，你嘅哥哥亞倫做你嘅先知。呢個係希伯來原文嘅講法，中文聖經翻譯得好好。你嘅哥哥亞倫呢，就係代替你說話嘅。古時嘅宮廷呢，有規有矩啊，重要嘅人物呢，唔輕易開金口嘅。摩西既然貴為上帝嘅代表啊，佢就唔輕易開口嚟到去說話。佢唔開口說話嘅時候呢，佢就有一個代言人啊！呢個代言人或者發言人呢，就係佢嘅哥哥亞倫。而呢個發言人，舊約聖經稱為先知。另一處嘅經文就更加清楚，《申命記》18章18節，喺嗰處呢，上帝同摩西講，佢話：我必在他們弟兄中間，給他們興起一位先知像你。留意下邊上帝嘅解釋，我要將當說的話傳給他，他要將我一切所吩咐的都傳給他們。換一句說話講，先知最基本嘅身份同埋責任就係傳達神嘅說話俾佢嘅子民。先知唔係自己講說話，所以先知有兩句嘅宣告呢係非常之嚴肅嘅。一句就係耶和華如此說，另一句就係話這是耶和華說的，唔係我講嘅，唔係我中意講嘅，唔係我想講嘅，呢個係上帝嘅說話。阿摩斯呢一位第8世紀主前第8世紀嘅先知，佢用一句說話嚟到代表咗呢一份嘅心情。佢話：獅子哮叫，誰不懼怕？主耶和華發命令講說話，誰敢唔做先知？先知傳遞神嘅說話，就好似一個人聽見背後嘅獅子咆哮，好自然就害怕一樣，係咁身不由己，係咁不由自主嘅。先知本身冇咩特別，佢乃係一個傳話嘅使者而已。第二方面，我哋要留意嘅呢，就係先知書係點樣完成嘅。耶利米書第30章第1節嗰處呢，就特別記載到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你將我對你說過的一切話都寫在書上。嗱，呢度唔簡單，耶利米要將佢過去上帝同佢所講一切嘅說話都寫喺書上。但係正因為咁樣嘅吩咐咧，喺舊約聖經裏面絕無僅有嘅。另外一處呢，上帝吩咐先知寫低佢要講嘅說話，就哈巴谷書2章2節。咁樣嘅吩咐係例外，即係話普通嘅情況之下呢，先知就唔會去寫書嘅。耶穌基督傳道3年多，係一個偉大嘅先知，佢教訓人傳天國嘅福音。但佢冇留低任何嘅作品俾我哋。福音書係佢嘅門徒寫成嘅，書信係使徒所寫成嘅。先知喺猶太嘅傳統裏邊呢，
佢哋唔係作者嚟嘅，佢哋其實係講員。佢哋講嘅說話呢，非常之精簡有力，而且呢深刻到呢，你根本聽一次就幾乎已經記得噶啦。啊，耶穌基督嘅傳道呢，其實都喺呢個先知嘅傳統當中。佢嘅好多嘅比喻啊，好撒瑪利亞人嘅故事啊，浪子回頭，你聽一次你就明噶，你就即刻記得噶啦。嗱，呢個係先知佢成功嘅地方，因為佢要靠嘅唔係寫落嚟嘅記錄，佢係用口頭嘅傳授，將神嘅道嚟到傳遞出去。先知嘅門徒有好好嘅記憶啊，有好好嘅記性，將先知嘅教訓記落嚟傳開去，係去到一啲特別嘅情況，好似上帝吩咐耶利米，或者上帝吩咐哈巴谷。咁先知呢，先至會將佢所講嘅說話呢，係特別寫落嚟。第三個嘅問題呢，就更加複雜啦，關於真假先知嘅分別。申命記13章同埋18章呢，就分別提出咗兩個嘅標準嚟到去衡量真假先知。一個標準就係佢所講嘅說話有冇成就。另一個標準就係佢所講嘅有冇同摩西律法嘅訓誨違背，將以色列神嘅選民帶離開敬畏神嘅道路。呢兩個嘅標準呢，亦都一直係喺聖經裏邊呢，係好重要，讓我哋嚟到去分辨真假先知。不過呢兩個嘅標準要實際應用起上嚟呢，亦都未必係咁容易。一個好出色嘅例子呢，就係喺列王紀上最後嘅一章，喺嗰處呢，以色列王亞哈要上陣，咁佢同猶大就聯軍，猶大王有啲唔放心，就問亞哈：喂，你宮廷裏邊有冇耶和華嘅先知啊？等我哋可以求問耶和華嘅心意啦。亞哈王有，於是叫咗幾百個先知出嚟。幾百個先知一齊做戲啊！即管上去啦，平平安安嘅翻嚟啊！咁猶大王唔係好信，於是佢就再問：你有冇真正耶和華神嘅先知呢？咁出奇嘅地方就喺呢度。亞哈王嘅回答竟然就話：有，我哋仲有一個，不過嗰個先知呢喺監牢裏邊，佢講啲說話唔吉利，我唔中意佢，唔中意佢啫噃，但係仍然知道佢係神嘅先知。而且知道佢係真嘅先知，甚至呢一個先知出嚟嘅時候，好似其他嗰幾百個先知咁樣噏一番好平安嘅說話呢，亞哈王知道佢喺嗰處諷刺緊佢。亞哈王就話：喂，我要警告你幾多次，你先至肯講真話。呢一個米該亞先知，然後喺嗰處佢提出喺天庭上邊嘅一幕，將神嘅心意坦率嘅話俾兩個君王聽。雖然好難分真假，但係我哋讀聖經舊約嘅歷史記載呢，我哋又發覺人心中有數嘅，知嘅。如果你要講理論好難分，但係實際上好似亞哈王一樣，佢知道米該亞係真嘅先知，雖然佢唔中意佢。我哋只能夠有時間呢係討論住咁多先。咁以下呢，我哋就會睇落去嚟到睇一睇喺舊約當中到底先知係點樣嘅。與其我哋先入為主去決定先知應該係點樣呢，就倒不如我哋嚟到睇一睇聖經裏邊記載先知佢有乜嘢嘅表現，有啲咩嘅特質。從實際嘅記載當中，我哋去了解先知嘅身份同埋工作，咁就嚟得更加嘅準確啦。舊約當中嘅先知呢，最早嘅其實喺王國時期之前，譬如我哋喺創世記20章第7節讀到亞伯拉罕係一個先知，佢可以為亞比米勒代求。摩西我哋已經讀咗啦，佢係一個先知，上帝應承要喺以色列人當中興起先知像佢。撒母耳係一個先知，當掃羅喺佢未做王之前去揾佢父親走失咗個驢嘅時候，佢遇到呢一位嘅先知，撒母耳將神嘅心意向掃羅顯明。喺王國時期嘅先知就更加多，
我哋冇可能逐一嘅提名，但係比較出名嘅，我哋記得拿單先知啦，大衛呢一位嘅宮廷先知。亞希雅可能我哋唔記得啦，喺南北分裂嘅時候啊，耶羅波安要領導北國以色列，係得到亞希雅先知將耶和華神嘅信息傳俾佢，咁然後佢先至起義作反嘅。以利亞同埋以利沙呢，就更加係大名鼎鼎，我哋唔需要花時間啦。米該雅頭先我哋已經提過，喺亞哈王嘅時候，呢位忠於上帝嘅先知。仲有女先知噃，喺約西亞宗教改革嘅時候，佢哋喺聖殿發現到律法書，佢哋就去揾呢一位嘅女先知戶勒大，咁先知就按神嘅心意嚟到鼓勵呢一位忠於上帝嘅君王。後先知書所包括嘅呢15卷先知書呢，大概都或者代表咗15位嘅先知啦。阿摩斯同何西亞呢，就係針對北國以色列嚟到傳達神嘅說話嘅。南國猶大呢，就最多先知啦，以賽亞、約爾、彌迦、哈巴谷、西番雅同埋耶利米。針對流亡一代喺巴比倫做先知嘅呢，有以西結。另外針對翻耶路撒冷重建嘅階段嘅猶太人嘅先知呢，有哈該、撒加利亞同埋馬拉基。仲有幾位嘅先知呢，係針對外邦列國嚟到傳遞神嘅信息嘅，俄巴底亞、拿鴻。最後約拿書呢，我哋特別要提一提，因為約拿書好似冇乜信息嘅，約拿傳嘅道一句就講完噶啦，40日尼尼微城要傾覆。但係其實約拿整個嘅經歷就係一個信息。約拿書嘅信息呢，你可以話係針對外邦，尼尼微係亞述國嘅首都。但係其實約拿呢一個嘅經歷呢，係針對神嘅選民一個合意嘅心態。神唔單止係以色列選民嘅上帝，佢亦都係列國列邦嘅上帝。好容易我哋忘記咗呢一個真理，所以對列國傳神嘅信息，一方面係肯定神嘅主權，當然同時喺當時嘅歷史背景底下呢，亦都係代表咗對列國嘅審判，然後係間接對選民嘅祝福。但係神有權嚟到向列國審判呢，亦都顯出佢唔單單係以色列嘅上帝，佢係全地嘅主宰。喺我哋要了解先知嘅信息嘅時候，我哋大概冇可能喺短短幾十分鐘裏邊呢，就逐卷嘅先知書嚟到去詳細嘅討論啦。不過我哋可以集中嚟到睇一睇先知信息當中嘅重點。下列呢7個嘅重點呢，就唔係話等於先知書一定按呢個次序咁樣嚟到去編成嘅，而係有時我哋發覺先知書按時間嘅先後或者題材方便就集合埋一齊。咁所以呢，你讀嘅時候你可以認清楚呢一段先知書嘅講論係屬於邊一個重點，咁你就能夠將佢同其他嘅重點呢係可以聯繫埋一齊嚟到了解。呢7個重點呢，都唔係我個人嘅發言嚟嘅，係南加州一位舊約嘅教授Dr. James Sanders 喺佢一本嘅著作《Torah and Canon》裏邊佢提出，我覺得係非常之合用。咁呢7個重點幫助我哋去了解後先知書，明白先知傳遞神信息嘅重點。第一點，先知嘅蒙召。我哋要記得呢，先知唔係自己選擇去做先知嘅，唔係世襲嘅。先知呢係神特別呼召同埋揀選嘅。先知本來呢，可能佢係祭司嘅後代，又或者呢，佢係好成功嘅一個專業人士。我哋提過阿摩斯呢一個嘅牧羊人啊，好容易俾人有一個錯誤嘅印象呢，就係佢嚟自鄉下地方
大概係窮苦人家咁啊，見到城市啲繁華，於是呢就忍唔住破口大罵咁。其實呢個印象呢非常之錯誤。阿摩斯冇錯係提哥亞嘅牧人，但係呢個牧人呢個字眼呢，同樣係用喺摩押王嘅身上。佢牧養數十萬嘅羊群。換句話講呢，阿摩斯大概係一個萬元戶都未定。佢修理桑樹呢，係佢另一份嘅專業啊，唔係用嚟幫補家計。可能佢供緊2間屋咁啊，要多份收入都未定。但係呢個係一個好成功、好有學問嘅專業人士。上帝呼召佢，大概佢蒙召嘅時候都唔係年輕嘅時候，而係佢事業有成嘅時候。阿摩斯同宮廷嘅祭司亞瑪謝解釋話：我本來唔係先知，都唔係先知嘅門徒，但係要話選召我，叫我唔好跟隨羊群啊，我就被逼咁滯啦。我要成為先知。以賽亞蒙召嘅經過我哋比較熟悉，但係我哋唔好忘記，當以賽亞話我在這裏請差遣我嘅時候啊，上帝向佢顯明佢所要傳嘅信息係冇人能夠明白，冇人會接受。換一句說話講，佢注定一世呢係一個失敗嘅先知嚟嘅。以賽亞驚，佢問：這要到幾時呢？耶利米係一個非常之富有感情嘅人啊！佢同人來往，佢好喜歡有朋友。但係上帝吩咐佢要傳嘅信息，令到佢四面都係敵人。佢心裏邊好痛苦。佢話：我好多次唔想傳噶啦，我心裏邊好似有火燒一樣。先知蒙召呢，唔係一個浪漫嘅經歷，都唔係一個一時嘅決定。佢哋清清楚楚咁樣從神嗰處領受咗呢一個呼召，呢個係一個冇辦法能夠抵賴嘅經歷，就成為咗佢哋日後雖千萬人唔往矣嗰種嘅勇氣嘅根據。就算所有嘅人同佢對敵，佢明白佢喺神嘅面前所領受嘅係真嘅，佢所傳嘅唔係佢自己嘅見解，唔係佢自己嘅意見，佢冇第二個選擇。所以先知喺佢宣講嘅當中呢，佢好着重嚟到將佢呢個蒙召嘅經歷係同所有嘅人嚟到解釋嘅。呢個亦都係佢宣講嘅根據。第二個重點呢，選民嘅身份。上帝藉着佢嘅發言人要傳嘅信息係有一個特定嘅對象。呢個對象呢，唔係三唔識七嘅人，而係上帝嘅選民。以賽亞書第1章開始嘅時候就咁樣講：天啊要聽啊，地啊要側耳而聽啊！牛認識主人，驢認識主人嘅槽啊！但我嘅子民卻唔認識我，我嘅百姓都唔知我係邊個。上帝呢番說話呢，其實好有諷刺性嘅。牛呢係比較聰明嘅動物，佢認識佢嘅主人，主人叫佢，佢識得行埋嚟。驢呢比較蠢鈍。但係佢都識得主人餵佢食嘢嗰個槽嗰個兜啊！佢唔認識主人都好，佢知道邊度有得揾食。但係神嘅百姓，神所揀選、神所呼召、神所拯救、神所祝福、神所看顧嘅呢一班選民，佢哋竟然偏離神嘅正道。選民呢一班人，佢哋唔能夠喺神嘅面前推搪話我哋唔認識邊一個係上帝。佢哋經歷咗上帝嘅拯救，經歷咗上帝嘅同在，但係佢哋今日卻係落喺一個背叛嘅境況當中。第三點，先知向選民所發出嘅信息呢，唔係首先去責備佢哋嘅。我哋時時都有一個錯覺，以為啲先知好惡死嘅，拿單咁指住大衛個鼻哥話：你就是那人咁。先知其實好多時候呢，喺背後又好，喺公開又好，佢哋勸上帝嘅子民悔改啊！嗱，呢一個嘅勸告呢，往往係先於審判嘅宣佈。先知唔係要先定佢哋嘅罪，先知係要勸誡佢哋，勸佢哋回轉。不過可惜，以色列人聽唔到，或者用翻上帝同以賽亞所講嘅說話，佢哋聽是聽見，但係佢哋唔明白，佢哋耳朵發沉啊，佢哋油蒙咗心，佢哋聽見呢個悔改嘅呼籲，佢哋置若罔聞。
又講翻阿摩斯，阿摩斯向北國以色列講預言嘅時候啊，其實距離佢哋亡國呢係唔夠50年嘅。但係當時啊，以色列國係一個繁盛、係一個安定嘅情況當中。阿摩斯話：呢個國家要面對神嘅審判，要亡國，要被擄，冇一個人喺當時會相信佢。好多人聽完之後笑下算數。先知勸神嘅百姓悔改，呢一種苦口婆心咁樣嘅勸告呢，換翻嚟嘅竟然係無動於衷，聽咗好似冇聽見一樣。所以你話如果先知冇嗰個蒙召嘅確據，佢做2下工作一定灰心，一定唔會再做落去。但係佢既然清楚佢嘅蒙召係從神而嚟，就算冇人有反應，佢冇第二個選擇，佢要繼續傳落去。第4點呢，先知喺佢嘅宣講當中呢，亦都屢次俾我哋見到，佢係有為佢嘅百姓、為佢嘅同胞嚟到祈禱，嚟到求情嘅。又再用翻阿摩斯嘅例，阿摩斯書喺佢講到佢見異象第7章開頭嘅時候，阿摩斯見到一個蝗蟲嘅異象，另一個呢就係烈火嘅異象。呢2個異象發生嘅時候呢，阿摩斯嘅反應，第一個嘅反應即係都唔需要思想嘅，就係咁樣好直覺嘅一個反應，就係話上帝唔好啊，因為雅各微小，你咁樣刑罰嘅時候雅各就受唔住噶啦。以西結、耶利米，你發覺每一個先知，佢哋向選民傳道嘅同時，佢哋對佢哋嘅同胞嗰種嘅愛同埋關切，係讓佢哋喺神嘅面前苦苦嘅哀求，以至到一個地步，上帝要同佢哋講：你哋唔好再求啦，唔好再求啦，再求都冇用。做先知呢，唔係有一種幸災樂禍嘅心態，唔係睇下你哋幾時能夠真係遭到現眼報嘅時候就知錯啦咁。約拿呢，用一個咁樣嘅心態去尼尼微傳道呢，結果換翻嚟嘅就係佢對神嘅慈愛同埋神嘅恩典呢，完全唔了解唔明白嘅。先知唔單止呼籲選民悔改，先知更加喺禱告當中為佢哋嘅同胞流淚。第5點，先知一定要講嘅，正如一個好嘅醫生一定要好坦白將個病情將個疾病嘅原因係講解出嚟。以色列背逆上帝，先知就好似喺一個法庭裏邊向佢哋提出控訴，罪有好多嘅解釋，好似話唔合格唔及得上目標偏離正路啊。但係先知書裏邊最喜歡用嘅一個字眼嚟到解釋乜嘢係罪呢？就係用背逆呢個字。呢個係一個關係上邊嘅破裂。先知指出上帝嘅選民背逆上帝。呢一啲嘅背逆唔係喺佢哋敬拜獻祭嘅事情上邊有所疏忽，而係喺佢哋日常嘅生活、社會、政治、經濟嘅範疇上邊顯明出嚟。所以我哋睇見先知對於當時嘅社會有好多嘅斥責呢，個焦點係喺呢一度。佢唔係話佢哋唔公道咁簡單，唔係話佢哋唔人道咁簡單，而係佢哋咁樣對佢哋嘅隔離鄰舍，咁樣欺詐，咁樣嚟到強詞奪理，咁樣嚟到去呃人，咁樣嚟到欺壓佢嘅鄰舍，係得罪，係背逆咗上帝。呢個係先知喺控訴以色列嘅時候所提出一個好清楚嘅焦點。當然，先知亦都從來冇隱瞞到上帝要追究呢一切嘅罪孽。阿摩斯講得好，佢話冇錯，喺萬族當中，耶和華神係的確只認識以色列，但係因為咁樣嘅緣故啊，上帝亦都一定要追討以色列一切嘅罪孽。上帝嘅揀選唔係一個特權嘅階級，唔係話我有咗一個特赦令，我犯罪呢，上帝就包庇我。
呢個唔係揀選嘅意思。上帝揀選係要俾以色列一個特殊嘅使命同埋身份。呢個使命同身份帶嚟嘅係責任，亦都係上帝要格外嘅嚟到監察，上帝要追討佢哋嘅罪孽。所以先知向以色列人解釋上帝嘅刑罰，其實唔係一個乜嘢新鮮嘅講論。先知唔係當時嘅所謂一啲好前衛嘅人士講啲冇人聽過嘅說話。先知所講到神嘅刑罰呢，不外就係摩西律法當中屢次提到嘅警告，上帝嘅咒詛臨到嗰啲違背佢嘅訓誨嘅人嘅身上，一個好自然嘅後果。但係最令我哋覺得出奇嘅，往往就係先知書嘅結束啦。呢一書先知就好突然嘅喺講緊以色列嘅悖逆，喺講緊呢個刑罰、亡國、被擄嘅淒慘、上帝嘅審判嘅同時啊，先知好似喺同一句說話當中都好啦，突然間就轉變過嚟，就提到上帝嘅更新、上帝嘅復興、上帝嘅恩典、上帝嘅憐憫。嗱，呢個引起好多嘅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覺得咧，先知好似上下唔連貫啊，前言不對後語啊，都唔得貫徹始終嘅。你要鬧就鬧到底嚇，上帝惡就惡到底，刑罰就刑罰到底。咁樣轉一轉，話上帝而家又復興你，又更新，又慈愛，又乜嘢呢？就梗係唔係先知原本嗰個嘅信息，就係後來加上去嘅。但係我哋咁樣嚟到去讀先知書嘅時候呢，就錯過咗一個好重要嘅真理，就係我哋忘記咗上帝嘅恩典到底係乜嘢。我哋時時有另外一個嘅誤解，都喺呢一書呢可以連埋一齊嚟到討論。阿摩司呢就係講神嘅公義，何西亞就講神嘅慈愛。咁啊，神嘅公義贏嘅時候呢，上帝就刑罰我哋；神嘅慈愛贏嘅時候呢，上帝就回轉啦，上帝就拯救啦，上帝就更新啦，上帝就復興我哋啦。其實呢個講法呢，將上帝好似搞成咗一個精神分裂嘅人咁樣樣，一時又愛，一時又公道，一時又鐵面，一時呢又慈愛，好似阿媽。其實唔係，先知同時係講上帝嘅公義同埋上帝嘅慈愛。上帝嘅公義係帶住佢嘅慈愛，上帝嘅慈愛同樣帶住佢嘅公義。呢句說話點講呢？上帝喺佢執行公義嘅時候，佢嘅目的唔係嚟到毀滅我哋，佢嘅目的係嚟到改變我哋。上帝讓呢啲嘅審判臨到嘅時候，個目的唔係要擊打我哋，唔係要打低我哋，乃係要拯救我哋，要改變我哋。亡國被擄嘅經歷喺後先知書裏邊啊，係視為上帝更新以色列一個必經嘅途徑。所以上帝嘅慈愛亦都唔係一個縱容嘅愛。上帝嘅慈愛就係要我哋好，要我哋好，要我哋改變嘅時候，佢就透過管教嚟到去改變我哋。你睇下上帝嘅愛同埋上帝嘅公義唔係互相抵觸嘅，而係互為表裏嘅。先知嘅宣講嚟到第7點嘅時候，佢話上帝要更新，要復興，其實正係以上提到上帝嘅公義、上帝嘅揀選、上帝嘅慈愛、上帝嘅恩典一個最後嘅目的。我哋讀後先知書，我哋就明白以色列神嘅選民喺被擄流亡嘅悲痛當中可以回轉。一方面係因為佢哋知道自己做錯，佢哋悔改，但係佢哋能夠咁樣回轉，其實亦都係神管教嘅一個結果。讓我哋記得呢一點，喺我哋受上帝嘅管教擊打嘅當中，我哋就唔需要灰心喪膽啦。